大家好，我係世紀日益奇峰 Sharon， 今日介紹個屋苑係沙田嘅春輝花園。咁春輝花園嘅發展商咧係屬於新鴻基嘅。咁 total 咧係有240伙嘅單位，咁所有嘅單位咧都係屬於兩房單位嘅。咁小學校網咧係屬於91，而中學校網係屬於沙田區。今日介紹個屋苑咧係屬於中層嘅單位。實用面積係316尺，屬於兩房單位。單位嘅景觀咧係非常之開揚啦，咁同時間咧亦都係望到河景嘅。由屋苑行到去馬鐵第一城站或者係沙田圍車站，大概係10分鐘左右。一陣間咧帶大家咧睇一睇單位嘅價格啦，同埋景觀嘅。大家如果需要睇樓嘅話，可以隨時 call我，我嘅電話係69173239 Sharon。買樓怕中火，揾奇峰至輕鬆。奇峰獨家4大保障，全面升級，等你買得開心，住得安心。5天置業冷靜期，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，全程免佣金。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，4重空宅過濾系統，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，篩走所有空宅可能性。100萬房價保障，謝絕虛假業主，如有發現，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。100%真盤承諾，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% 真盤，絕無虛假資訊。世紀也奇峰，讓置業變得幸福。